咱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，敢若大台北的山区、东半部，还佫有恒春半岛甲马祖会落短暂阵雨。过到中南部甲山区有局部的西北雨。咱做伙来看云图。今仔日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，透早小可较凉冷，温度差不多是21度至23度。日下高温烧热，预估会到31度至35度。气象署针对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德县、苗栗、高雄，还有台东发布高温的警示，温度上悬可能会升到36度以上。另外，宜兰花莲部分所在会落雨，其他地区过昼嘛会有雷公雨。为明仔开始水汽的增加，可能会影响到中秋至3天的连假。若食方便的东半部甲北部，较会有局部的短暂雨。中南部过昼会有西北雨，中秋若想要看到月亮，可能就要看情形啊。另外，礼拜会有一波东北季风增强，北北基桃甲宜兰温度差不多会降2度至3度。